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21日，诗篇119篇39甲40节安尼讲：求你予我所惊的能力离开我，因为你的规律是好，我羡慕你的律例。求你照你的公义使我活命。三甲来祈祷，予阮所惊的能力离开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悬至大的真神上帝，主啊！你是慈悲怜悯会疼痛天父，主啊！你做阮石盘，予阮通稳固。你所做是完全，你的路拢是公平，主啊！你是真实的上帝，伫你拢无不义，因为你所行的是公义佮正直。主啊！你引带阮头前的路，予阮伫你的话内活。主啊！阮的仇敌常常讥笑阮，要予阮来惊吓甲见笑。主啊！求你予阮所惊的能力离开阮，因为你的规律是好，阮羡慕你的律例。求你照你的公义使阮活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